仲記得當年寫到呢度，出面越嚟越凍，我嗰陣捲住張棉被，夜晚熄咗燈之後對住部電腦打字。上次電話阿恒講起沙律嗰陣，我真係完全唔識佢。佢嗰時應該仲係同我哋同系㗎，咁啱得咁巧。我同沙律後尾都係上 lecture 嗰陣識嘅，佢仲要坐喺我隔離。沙律生得好似一般少女咁，有把烏黑嘅長頭髮，對眼又長又細，眼尾彎彎似新月，面尖尖似瓜子，皮膚白白滑滑，成日俾我一種好冷傲嘅感覺。但係喺阿恒眼中，佢其實好親切，仲好識講笑添。我哋成日都因為對沙律有唔同嘅評價，所以已經唔知開咗幾多輪圍繞沙律重複又重複嘅辯論，而阿恒次次都係做佢嗰個合理嘅辯方。由嗰次電話阿恒認佢中意邊個開始到今日，我所知嘅阿恒已經追咗沙律足1年，由希望到失望，又由失望揾翻希望。聽佢講翻以前拍拖嘅態度，佢對沙律嘅恒心真係可以話係一個奇蹟，頑強到嚇親人。雖然阿恒好似付出好多咁，但我覺得佢得到嘅實質快樂多過沙律小姐好多。睇住阿恒追沙律，我都好似俾佢感染到，成個人翻晒嚟咁有衝勁。大學第1年就咁1分1秒咁 quick 走，識咗阿恒之後真係走咗唔少堂。不過主要原因肯定唔係因為阿恒係個損友，多數係我本身性格頂唔順自己一個人上堂。時間過得真係快，轉眼間就過咗我陰沉沉嘅1年。考完大試嗰日，個腦仲暈陀陀，好似啱啱玩完轉360度嘅過山車咁。今年4月尾，個個都開始為咗5個月咁長嘅暑假周圍揾工做。阿恒真係勁，將佢份 CV 當傳單咁派去晒各大商場同名店，而唔識交際嘅我都試下參加電台廣播員訓練營，但係訓練之前要面試，完全冇面試經驗嘅我個心都唔多唔少有啲緊張。5月7號就係面試當日，5月7號嗰日去到面試地點嘅電台只係用咗我15分鐘車程，求其喺附近嘅收費車位泊咗我架細部嘅坐架之後，深深吸咗啖氣就入咗面試地點。大堂正中間擺咗張大約1米半嘅接待櫃牌，睇後面企住一男一女，個男人大約40零歲，面上深深嘅皺紋俾人種經驗老到嘅感覺。個男人企喺個女人隔籬，兩手交叉喺心口，用住佢嗰副嚴肅嘅眼神望實個女仔做嘢。個女仔大約20零歲，身材比個男嘅稍為高啲，着住條淡黃色嘅長裙，帶住一種初出茅墮嘅氣質。同我一樣咁緊張，向住每個面試者好有禮貌咁逐個派一份3頁紙嘅讀物。我從個女仔手上接過讀物之後，睇下讀物嘅內容，心裏有啲奇怪。讀物嘅第1頁係一行行密麻麻嘅字，有中文亦有英文，睇落好似係從報紙剪出嚟嘅樣。下一頁放咗2組讀音差唔多，但意思爭10萬8千里嘅詞語。最古怪嘅仲係第3頁，寫住10組唔同嘅5位數字。當我心入邊好似偵探咁估緊呢份嘢係咩意思嗰陣，身後突然聽到有人嗌我個名，呢把聲我好耐冇聽過，但好似有幾熟口熟面。擰轉身一睇，果然係識嘅，佢叫 Winnie， 係我高中時一位好老友嘅朋友。自從中學畢業禮之後，已經成年冇聯絡，同高中時代一樣，佢依然係大眼仔，圓圓嘅面，個髮型就同高中時唔同咗，短咗啲，仲染咗橙啡色，多咗啲陽光嘅感覺。Winnie， 咁啱嘅，你都係嚟見工噶？梗係啦，你梗係都係啦，唔好同我講你係啱啱路過噶。同中學嗰陣一樣 ，Winnie 講呢句話嗰陣，塊面帶住微笑，右邊主角仲有個酒粒仔彈出嚟。係啊，我啱啱經過嚟湊下熱鬧噶。峰，你有冇手提電話？咁耐冇見，留個電話俾我。Winnie 用命令式嘅語氣講嘢，我正想俾個電話號碼你，我見到 Winnie 都用手捲起嗰3頁紙，好似已經睇熟晒咁。於是我就問佢呢3頁紙究竟搞乜鬼？經過 Winnie 解釋，我先至如夢初醒，原來第一版嘅報紙係用嚟考我哋嘅翻譯能力。等陣面試官會叫我哋即場翻譯一段，可能係中譯英，英譯中都唔定。而第2版嗰啲詞語就係用嚟考我哋嘅發音。面試官會要我哋準確咁讀出嗰2組拗口嘅詞語。作為一個廣播員，咬字正確，我想都係個重要條件嚟噶。至於最後一版 Winnie 都唔知係乜嘢，咁我都費事嘥心機諗啦。就咁同 Winnie 傾咗陣，佢個名已經俾面試官叫到。峰，等陣記得等我埋一齊至走啊！Winnie 講完就急急腳走入去面試室，我嗰句祝你好運都未講出口，佢已經喺我視線範圍消失咗。咁多個面試者都唔知係禍定係福。就喺 Winnie 被叫入去冇幾耐，我都聽到個面試官嗌我個名，望下嗰面試房門口寫住 C 室，同 Winnie 個 A 室只係隔住條蛇仔咁嘅走廊。入到嗰間成5角形嘅怪房之後，我就坐喺面試官對面，隔住張台同佢對望，台面鋪滿晒亂糟糟嘅紙張，間房4周都係隔音板。如果我冇估錯，呢度平時應該係一間試音或者錄音室。望住個面試官，佢係一位我喺報紙度見過佢相嘅資深廣播員。我成日喺瞓覺前聽過佢嘅節目，係一個好容易令人瞓着嘅節目。面試官首先開聲打破我哋之間嘅沉默。你啱啱考完大考啊？可能佢已經睇過我啲資料，想減輕我對佢嘅緊張感，所以咁問。係啊，啱啱完咗，所以想揾啲自己有興趣嘅嘢學下。
為咗唔好出錯，我盡量俾個最客氣穩陣嘅答覆。跟住幾條吹水問題之後，個面試就同 Winnie 講嘅一樣進行。咁頭 part 翻譯我都算係 pass 咗，搞到個面試官笑咗下。第二關嘅發音我就衰咗，快讀嘅時候食咗2粒螺絲，到第3關先至揭笑。原來第3頁啲數字係用來考我記性。個面試官要我睇完堆字一次之後，即刻背翻出嚟。經過20幾分鐘嘅煎熬，當我由間密室放翻出嚟嗰陣，條脷已經傷痕累累打咗幾個結。我慢慢行出電台，已經唔記得 Winnie 叫我等佢。最黑仔嘅事就係咁啱喺呢個時候發生。當我見到塊新鮮牛肉乾夾喺我塊擋風玻璃同水潑中間嗰陣，我真係激到想用全世界最毒嘅說話鬧爆嗰個面試官。點解佢唔早啲放我走？將告票上面嘅時間同而家只係爭3分鐘。揸住架車先至俾人抄完牌，正想熄咗個死人電台，突然手提電話響。第3節完，唔係睇返呢本書，我已經唔記得自己考過 DJ。我連自己後生把聲都唔記得咗。自從15年前個手術之後，我把聲已經